歡迎收睇議會開箱，我係李思朗，我係黃宗偉。公立醫院護士人手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雖然醫管局最新數據顯示流失率有所回落，但係前線工作量同埋醫療質素之間嘅平衡，依然係議會關注嘅焦點。喺立法會質詢入面，議員同埋局方就住護士方嘅實況展開咗激辯。根據醫務衛生局提供嘅數據，全職護士流失率已經由2023年嘅高峰達到10.9%，改善至2025年10月底嘅6%。全職護士嘅總數亦由低位回升至超過3萬人，增幅約5.7%。不過，前線對於資深人手嘅傳承嘅憂慮並未完全消除。林哲玄議員喺會議中提出質詢，質疑醫管局係唔係為咗節省資源而縮減具有臨床經驗嘅自選兼職護士同埋臨床啟導員人數，擔心咁樣做會增加病人風險。局長盧寵茂喺回應呢一點嘅時候反駁，並列舉咗具體嘅數據證明資深人手不減反增。此外，有前線護士亦都憂慮咧，醫管局喺去年咧係逐步縮減護士職系中具有寶貴臨床經驗嘅自選兼職護士，即係 locum 退休後延任人員，即係 retire and rehire， 同埋臨床啟導員，即係 preceptorship 嘅人數，恐怕係將會嚴重影響新入職護士嘅培訓同埋臨床能力，增加病人嘅風險。退休後延任嘅人員以及臨床啟導員呢，就並非好似質詢主題個引言入邊所指嘅縮減嘅，而係不減反增。退休後延任嘅人員呢，係由729人增加到1090人，而臨床啟導員呢，就由149人增加到181人。隨住近年流失率逐漸回落，以及全職護士人手嘅增加，旨在填補短期空缺嘅自選兼職護士嘅人數咧，係因而可以減少嘅。既然人手回升，前線壓力能唔能夠轉化為制度保障呢？陳凱欣議員引用政府嘅人力推算，指出2030年仍會將短缺超過8700位護士，並要求政府考慮設立互換比例嘅最低要求。而對於設立硬指標呢一個建議，局方則從國際數據同埋運作彈性嘅角度給予保留。呢度推算咧，喺2030年咧仍然係短缺8700人嘅護士嘅。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喺公營醫院嘅一啲病房裏面，護士同病人嘅比例設定翻一個最低嘅一個要求？因為咧過去唔少嘅醫療事故裏面都睇到咧，護士嘅人手短缺，可能都會係一個造成醫療事故嘅問題嘅。就住嗰個護理嘅人數咧個缺口啊，喺個估算度咧，其實個估算係以全香港個人數個護士嘅人數計算嘅，而當中而家喺公營醫療服務嘅咧，大概佔咗我哋護士人手，即係全香港護士嘅數目咧係唔到一半嘅。主要嗰樣嘢咧就係，反而就係我哋個護士有幾多喺公營醫療入邊工作啦，特別係前線嘅工作，呢啲比較繁重嘅病房，佢哋工作量比較大咧，護理人員佢哋選擇佢哋嘅職業發展嘅時候咧，唔係一個受歡迎嘅一個選項，呢個係會影響到喺人手安排方面嘅工作嘅。我哋會持續咁睇住個數目㗎啦，但係硬指標俾一個數目落去咧，係對成個服務嘅安排係不利嘅，係不利嘅。除咗人手比例，局方亦都提及到，而家有超過19000個護理支援人員協助非專業護理工作。並且會持續投入資源發展智慧醫院，以減輕行政負擔。雖然數據顯示人手正在改善，但點樣留住人才並解決特定專科嘅壓力，仍然需要觀察未來各項措施嘅實際執行成效。議會開箱會持續為大家關注。多謝收睇議會開箱，再見。